榮，我識嘅老叔。我係路邊班嘅張俊明，我識曹操。我哋設計咗《三國演義》土船借箭嘅電子書，請大家欣賞。今天我要和大家說草船借箭的故事。話說周瑜對諸葛亮的才華心懷妒忌，想出了一條叫諸葛亮死而無怨的計策。有一天，周瑜請諸葛亮商議軍事，諸葛亮欣然赴約，來到周瑜軍帳中。我們就要和曹軍交戰了，水上交戰，你覺得用什麼兵器最好？用箭最好。而家軍中決戰，想請先生負責講做10萬之戰。都督委託，當然照辦。10日能做好嗎？我唔使10日，我3日就可以整好。如果你做唔到點算？我就願意受任何處罰。諸葛亮喝了幾杯酒後就走了。諸葛亮剛走，老叔就來見周瑜了。10萬之箭3天怎樣做得成呢？諸葛亮說的是假話吧？你先去打聽睇下諸葛亮要點做，返嚟就同我講。係。老叔去見了諸葛亮。3日內整10萬支箭，我要請你幫手啊！我怎麼幫得了你的忙？你只有20條船，我自己有啲嘢用。不過呢件事唔可以俾都督知道，如果佢知道我嘅計劃就完啦。老叔答應了，他不知道諸葛亮借船有什麼用。回來報告周瑜時，果然沒有提借船的事。點樣啊？唔知道佢喺度整乜嘢，竟然唔用竹子、擰毛。到咗第3日，我睇佢點算。老叔悄悄地按照了諸葛亮的吩咐去做，可是1連2天都沒有動靜。到了第3天凌晨的時候，諸葛亮才秘密地把老叔請到船裏。你叫我嚟做乜啊？請你一齊去攞箭。到邊度去取呢？唔使問，去咗就知道。江上聲與吶喊聲震耳欲聾，曹操就派人查看，得知是敵軍來襲。於是1萬多名弓弩手一齊朝江中放箭，箭如雨下。士兵們一齊大聲講多謝曹丞相的箭，多謝曹丞相的箭。曹操知道上了當，氣得直跺腳。可是諸葛亮的船順風順水，已經駛出20多里，要追也來不及了。你係點樣諗到呢個計劃㗎？作為一個軍師，唔識天文地理點得㗎？周瑜叫我整10萬支箭，明明就係想為難我，想我死，我點會咁容易俾佢殺死㗎？呢度有幾多支箭？20條船加起來有10萬支箭。老叔見到周瑜，急忙告訴他借箭的經過。就算諸葛亮神機妙算，我一定會另計計謀將他處死。就這樣，諸葛亮憑他的聰明才智，成功利用計謀草船借箭，可真是滿載而歸，佩服佩服。